佢係新義安尖東霸王李泰龍嘅老大，江湖人稱其為新義安最後一個打仔，巔峰時手底下門生過千人。佢雖然只係新義安嘅紅棍，但地位堪比五虎十傑，梗係嗰下生日，新義安龍頭家族嘅主要人物都會到場賀壽。佢就係新義安嘅超級元老文彪。文彪原名施文彪，1955年出生於香港尖沙咀嘅貧民區，自幼家境貧困，父母靠打零工維持生計。為咗減輕家庭負擔，文彪早早輟學謀生，喺碼頭、工地等場所打零工，逐漸練就咗身強健嘅體魄同剛烈嘅性格。彼時嘅香港街頭，黑幫勢力猖獗，古惑仔橫行霸道，收保護費、爭奪地盤嘅現象屢見不鮮。喺街邊擺個攤都可以遇到嚟收保護費嘅古惑仔。見識到呢班古惑仔咁威武，年輕嘅文彪對江湖產生咗向往。喺佢睇嚟，暴力係改變命運嘅唯一途徑。18歲嗰陣，文彪迫於生計加入新義安，拜入社團大總管林景門下，開啟咗刀尖舔血嘅生涯。文彪身材唔高，但成身都係結實嘅肌肉，力大無窮，再加上張肥肥嘅大面，俾人一種彪悍嘅感覺。打起交嚟亦從不手軟，真係人如其名。文彪雖未習得傳統武術，但憑借街頭鬥毆積累嘅實戰經驗，好快成為咗林景麾下嘅得力幹將。作為新入社團嘅馬仔，自然要從底層做起，文彪亦唔例外。佢成咗一個收數嘅小弟。1973年，18歲嘅文彪因收數事件引發軒然大波。當時新義安同另一幫派因債務糾紛僵持，文彪受命前去談判，對方睇文彪後生，不僅拒絕還錢，仲當眾羞辱文彪。文彪怒而揮拳，將佢打成重傷，最終因故意傷害罪被判入獄3年。呢段牢獄經歷成為佢嘅性格轉折點。出獄後，佢唔再僅憑蠻力行事，而係學識以戰養勢。喺獄中，佢通過拜山頭、結盟友，喺獄中建立威望。出獄時以隱隱有新義安新生代大佬之勢。出獄後，喺林景嘅提攜下，文彪逐漸嶄露頭角，成為新義安對抗 14K 嘅先鋒。嗰陣時，啱好林景叫四虎之首紀寶先到尖沙咀插旗。尖沙咀最大嘅勢力仲係 14K 嘅黑白無常。新義安到此地發展，難免同 14K 會有摩擦。嗰陣時 14K 勢大，新義安只能勉強支撐。好在有林景、林姓兄弟喺後面指揮。文彪主動請纓擔任開路先鋒，以收保護費、襲場等暴力手段逐步蠶食對方地盤。70年代尾，新義安因酒店嘅泊車業務同 14K 產生咗利益衝突，雙方約好喺街邊嘅大排檔談判。新義安由文彪出面，14K 由花名為咖啡嘅頭目做代表。喺談判中話不投機，矛盾激化，雙方直接開戰。文彪一戰成名，晉升為紅棍。好多馬仔聽聞文彪嘅赫赫威名，紛紛投到麾下效力。巔峰期，文彪嘅門生近千人，佢手底下高手如雲。最出名嘅無疑係尖東霸王李泰龍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江湖人稱尖東第一大仔嘅大狗、荃灣猛人潤滑章等等。靠主持眾猛人，新義安終於打跑 14K， 強勢成為尖東一霸。90年代初，新義安喺尖東嘅勢力因尖東府中府王進意外身亡而陷入真空。文彪臨危受命，帶領門生李泰龍、大狗等人，通過多次血戰擊敗 14K 嘅黑白無常同和勝和嘅雞腳黑，最終掌控尖沙咀嘅核心地帶，成為尖東話事人。1996年，新義安同和勝和因屯門地產項目爆發大規模衝突，和勝和伏擊新義安屯門猛人忽德超，致其重傷，差啲就冇命。新義安高層勃然大怒，即刻派出文彪同大環山話事人泰山兩撥人馬聯手，直接到和勝和嘅老巢上環掃場，打砸酒吧、旅館，斬傷薯仔、串仔等和勝和高層。和勝和猛人薯仔、串仔兩兄弟不敵文彪同泰山，敗走後，和勝和社團亦係不甘示弱，派出社團猛人傻佬廷同文彪喺大角咀展開決戰。雙方一番龍爭虎鬥之後，傻佬廷負傷敗逃。呢一戰亦奠定咗新義安喺香港黑幫嘅霸主地位。文彪同傻佬廷從此結怨。喺10幾年後，
文標嘅門生李泰龍對上傻佬庭嘅門生文新忠，李泰龍直接將文新忠破相，以至於文新忠忍辱負重2年後，喺2009年8月同老大傻佬庭聯手做低咗李泰龍，江湖史稱屠龍案。李泰龍屍體橫陳街頭嘅畫面震驚全港，警方事後調查顯示，文新忠同傻佬庭合謀策劃咗呢場復仇，逃亡10年後先因絕症回港自首。事實上，文標打敗傻佬庭嘅時候，已經為日後嘅屠龍案埋下咗伏筆。文標深諳幫派生存法則，一方面以雷霆手段鎮壓對手，另一方面注重培植嫡系勢力。李泰龍就係佢精心栽培嘅接班人。1986年，李泰龍因喺元朗鬥毆中表現勇猛，被文標睇中，收為門生。文標不僅向佢傳授武技，甚至喺1997年退出江湖後，將尖東話事人之位傳俾呢位尖東霸王，期望延續新義安嘅統治。然而，李泰龍嘅囂張性格同文標嘅穩健風格形成尖銳矛盾。李泰龍沉迷於個人英雄主義，不僅喺油尖旺地區強行收取鳳樓保護費，更喺2006年因瑣事用酒樽砸傷和姓和猛人文新忠，導致後者破相逃亡。文標多次勸誡佢低調行事，甚至當眾斥責李泰龍對 14K 大佬勾啲嘅無禮行為，但李泰龍始終置若罔聞。當年因兩位富豪相爭， 14K 大圈話事人勾啲同新義安嘅龍頭家族對上咗。勾啲係 14K 之中最具實力嘅大佬之一，喺談判間，勾啲獨自面對新義安嘅龍頭向展偉、大總管林剛、文標、李泰龍等人面不改色。呢班新義安高層即便同勾啲傾唔掂，話語之間亦算和和氣氣。李泰龍係在場眾人之中輩分最細嘅嗰位，但竟然敢對勾啲出言不遜。睇住雙方火氣十足，文標即刻叫佢退下。做事如此不分場合，喺江湖上難免會同人結仇。文標曾私下對友人感慨，泰龍係把雙刃劍，能斬敵亦能傷己。呢種憂慮喺2009年屠龍案爆發後達到頂點。李泰龍被文新忠伏擊身亡，佢嘅死亡不僅象徵新義安喺尖東嘅統治崩塌，更暴露文標晚年最大嘅心理創傷，對門生失控嘅無力感。李泰龍之死對文標嘅打擊遠超外界想象，盡管佢早已退隱，但江湖仍視佢為李泰龍嘅精神導師。事件發生後，文標閉門謝客數月。據親近者透露，佢經常自言自語，若當年未傳位泰龍，或能被此劫數。其實早喺1997年，文標就已經退出江湖，轉身從商。李泰龍死後，佢亦未出席李泰龍嘅葬禮，僅託人送上挽聯，希望淡化同事件嘅關聯。盡管退出江湖，但佢喺社團內嘅影響力猶存。2000年新義安龍頭向展偉上位嗰陣，文標仍以元老身份參與重大決策。屠龍案後，新義安陷入權力真空，警方趁機清剿，尖東地盤被其他幫派蠶食。文標雖未直接介入，但佢嘅商業網絡暗中支撐社團殘餘勢力，形成影子操控格局。呢種半隱半現嘅狀態，恰係香港黑幫喺法治社會夾縫中生存嘅縮影。2020年，文標70歲壽宴，喺尖東擺咗40圍台，宴請各路社團猛人。新義安眾猛人到場賀壽，就連新義安嘅太平山大狀都有到場。太平山大狀就係新義安嘅第3代龍頭向展偉。要知道，龍頭家族極少會參加江湖壽宴，呢次到場，可見文標喺社團中地位極高。新義安大總管林剛、尖東話事人大狗、大環山麻仔亦有到場，同 14K 黑無常、和姓和雞腳黑等重量級人物同桌慶賀。文標喺宴會上宣布將種植嘅有機蔬菜推向市場，展現佢嘅商業嗅覺。壽宴視頻曝光後，網友驚嘆新義安元老嘅牌面比 TVB 港劇仲真實。文標嘅隱退並非消極避世，而係對香港社會轉型嘅精準預判。1997年香港回歸後，警方加大掃黑力度，傳統黑幫嘅生存空間被壓縮。文標率先轉型，投資農業同餐飲業。佢公司通過承包政府綠色項目獲得政策支持，成功將黑幫嘅人情網絡轉化為商業資源。呢種去暴力化策略，
令佢喺警方多次掃黑行動中安然無恙。文彪嘅江湖生涯充滿暴力同傳奇色彩，但亦引發諸多爭議。有人話佢以鐵血手段為社團開疆拓土，係新義安最後嘅猛人。亦有人話佢嘅門生李泰龍涉黑被殺事件，認為文彪縱容咗年輕一代嘅囂張氣焰。如今文彪已年過八旬，雖淡出江湖，但佢嘅家族仍活躍於商界。佢嘅仔文英偉繼承父業，擔任某物流公司董事，而文彪本人則隱居鄉間，繼續經營有機農場。呢位從尖沙咀街頭走出嘅紅棍，用半生血戰書寫咗香港黑幫嘅黃金時代，亦成為新舊時代交替嘅見證者。